后来乡亲啊，讲囡仔若是常常啉手摇的饮料，常常食四手啊，可能会来引发到过动症。目前台湾每10个囡仔就占7个目前台湾每100个囡仔就占7个有这个过动症。中央研究院上新的研究，这个高油高糖的食物，拢会掺无机磷酸盐，囡仔若食伤多，就会变做过动儿。囡仔若有2种以上过敏的这个状况，带着过动症的几率比一般人悬出3倍。若是有4种以上的过敏，那呢过动症的比例比一般人会悬出到7倍。小朋友表演的时阵，当然是安尼活泼叮当。不过，若是咧上课的时阵，嘛安尼保持定着，就爱注意咯。中研院上新的研究发现，8岁到10岁囡仔，若是当时有2种以上的过敏的情况，得着过动症的风险比其他同学悬出3倍。若是囡仔若过敏，还佫有贫血、血清素偏低，甲免疫球200过敏的指标又佫较悬，那安尼得着过动症的几率会比一般囡仔悬出7倍。过敏的反应造成像血清素它的这个释出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，以至于影响到过动的这个控制。但是林成发现讲，过敏的囡仔嘛有可能的鼻过症是过动儿。过敏性鼻炎的人，他本来就很容易会有眼睛眨来眨去，然后的话呢，揉眼睛。应该有一部分的人，事实上应该只是单纯的过敏性的鼻炎，过敏性的体质所表现出来的。另外，中研院嘛发现讲，手摇饮料、加工食品内面所添加的无机磷酸盐，嘛有可能会增加过动症的发生几率。建议家长予囡仔加食寡抗发炎的食物，亲像是蔬果、坚果，避免高油高糖的食物，才袂容易得着过动症。